性又接改有家境。社内社区的活动中心内底传来着这台语读册声音，因是这社区汉儿仔班的学生，每礼拜三人固定遮来上课。而课程当中，老师准备了台语文的教材，一句一句讲解着意思，嘛传啊大家做伙来念。学员个个听甲真专注，嘛学甲真认真。汉儿仔班开班已经是有几啊档的时间咯，上课的内容嘛真有意思，嘛打受囡仔歌，搁有这古诗词甲古文。意思讲听无意思，对咧念嘛是真好听，有一寡学生甚至可以当暗念规破台语诗，互人是大开眼界。一来写一句，百般会分都有字。因为看到董丰正老师所编的册，对着台语文甲新志历史产生着兴趣，所以讲有学员来报名参加，而学了对人生更有体悟。想讲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想讲我一直在寻寻觅觅，就在寻根的那一种感觉，让我回到以前，感觉。这做一人生做一代志，有遐尼水的过去，甲遐尼美的记忆，拢是这个汉儿仔班内底的。有的学员是退休了，有的是时间，说讲来帮帮我听嘛，听出着兴趣是愈来愈迷。你尤其像咱新市的较早过去的历史，什么兵部作腊啥货种种，去了解足侪，无咱较早咱嘛唔知影讲有这个历史。我遐大家来拢惊老师唔来教，大烦恼的。对老师要吸收太济咧啦，像过去一寡迄个，咱碰时做个讲的台湾的袂晓写啊，我敢若样讲袂晓写，来遮学着会啊咱就会得到这啊。伫社区汉儿仔班自从开班以来，学习人数一直在增加，有的学员是学出的兴趣嘛，学甲真精，甚至佮利用台语文家己自创着四句联。妈妈亲像一杯酒，爸爸一喙水倒有，妈妈讲是经世修，爸爸伊是愿恼求。新市社内社区主办着汉儿仔班，透过老师的教导甲讲解，或者就老年纪，也是讲对着台语文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学习。尽管讲大家学习动机无共款，但是认真学习的态度，互人看了是真感动。南天新闻单记者等上新市采访报道。